带呢，你会看到这样子的图案嘛，其实跟那个德鲁古族啊，德鲁古还有点像哦，因为我们其实是有文化接触的啦，本身是哦法达恩和那个乌拉列特冈那边的，那迁移至吉安这边的，那跟吉安的这边的阿美族也是有接触，也是有朋友这些的。那情人带的意思呢，它其实是说，它是以前是讲说会塞进这个情人带里面塞槟榔，那槟榔的意思是一个，就是一只和那个大麻姑还有石灰的故事。这个像我朋友阿亮连光亮，他有拍一支微电影呢、然后就是说这个情人带的故事，那就说呃他们是一对兄弟，然后这对兄弟呢，这个女生啊跟哥哥还是弟弟处比较好，然后可是这个女的好像跟已经许配，说要给弟弟，然后哥哥为了要去让他祝福他们去采集一些新采嘛，嘎碎之类的，几嘎碎案，几嘎酸，嘎碎就是新产很多嘛，嘎碎几嘎酸呐，就是说新产很多啊，所以他们叫几嘎酸。哦，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故事。那阿美族的现在叫阿罗富，那现在呢改说，因为吃槟榔会有口腔癌的呃问题，那这一方面其实有人在研究说另外一种看法、不同观点，那我尊重 respect。那不好意思，那我是支持说不吃槟榔的这种年轻人呐、不抽烟不酒嘛，大家都一起来。然后 P 到这边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呃责任啊是一个交接吧，像是服服服兵役嘛，他们就会有一个执行带披到这边，然后就是在交接给那个阿美族女生，就会披上这个情人带呢，它是一个责任的承担，这就是一个呃，这是一个情人带的解释。好，那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爱护阿美族，然后披上情人带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